我不会走的。还跟回来做什么？师傅的病还没好。你已被疾风馆除名，我不是你师傅了。为什么？你竟然敢刺杀陛下，还问我为什么？帝旭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难你。提兰殿下在宫中饱受折磨，还有他差点害死您跟卓英，他死有余辜。放肆！这么多年来，师傅一直宵衣干食，殚精竭虑，戴着面具站在别人的阴影里，这本不该是您的选择。师傅，您若真的在意提兰殿下，您就应该……够了！我跟提兰殿下并不相识，我待陛下之心，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生性执拗，我早就知道你待陛下未必有臣服之心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让你去办差的原因。但我万万想不到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竟然敢去刺杀陛下！你走了，否则迟早有一日我会杀了你。我以为您一直不让我出任务是担心我的安危，帝旭于您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您哪儿对不起他了？他是我的挚友，比我的命更重要。我发过誓对他忠诚。师傅，那我呢？我也发过誓，要对您尽忠。我方海市从来不是一个不敢面对结局的人，我不会走的。师傅若是要杀我，就请尽快做决定吧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是原谅我了。是陛下给你机会，10日之内事情处理不好，就不要回来了。